位现场的勇儿们、乡亲们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，中秋佳节快乐！谢谢。再来头一首歌叫《梦话》，邱爱玲，hello各位，谢谢。我相信，相信无人比我爱你，我愛你。 愛你不是一樣你，我唔甘予你孤單一個點向你，我希望會陪伴你身，但是我踮在他鄉，手忍耐，手忍耐。 立友哥，美人姐好，好，昌姐好，哎，还有我们现场所有的长官，尤其是我们今天啊永和区可以说是非常的难得，能够来邀请到现在目前台湾啊可以说是啊歌唱节目收视率最好，我们的超级红人榜来到我们永和区，我们给美人姐昌宪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？谢谢，谢谢。同时呢，这也是我们区长这一次真的在多方的努力跟奔走之下的成果，就是那这个吴兴邦啊，兴国又安邦的一个大家长，我们再次给区长掌声鼓励一下。区长，哎呀，真的。翁立友，哎是，今日是杨三郎遇见杨三郎，我你们爱唱一首杨三郎老师的作品。杨三郎遇见杨三郎，是啊，一个是很会写歌的，一个是很会音乐家，啊，安尼我讲。 今仔日若无传000呢，我绝对嘿唔敢来咱永和。是啊，对，哎，这我故乡呢。啊，你故乡吼？对啊，我永和人呢。安尼好，安尼来一首《秋风雅物》。这一首歌非常的经典。对对对。还有很多人翻唱哦，有不同的版本哦。而且重点是迄个伫布袋戏的，爱看布袋戏一定知影，伊是黄俊雄布袋戏里面风雨断肠人的主题曲。哇！我们就掌声来欢迎我们的。 翁立友带来的《秋风雅物》，谢谢。来，区长有话要讲。哎呦，区长。我嘛想要唱等我一个。啥？杨东林，你这条你阁会晓啊？会晓。这条你会晓？这条就老的。这条三大歌词拢无共。我念你迄我都不一定捌你几岁。你即马6岁，国校读未？真正。你国校刚开始读啊？ 阿伯，国小读啊未？读啊！你读国小啊？我都唔相信你真正会晓。这个所在唔是你会当凊彩操蛋的所在哦。来，好大你就起来。来，播下去嘞！杨东林跟咱立友哥《秋风雅物》。为着要证明讲咱的杨东林。大家好，我是杨东林，今年6岁，我为中华才回来，恁大家有收我无？哦，啊你，阮就收你，你换白裤。 他会不会有强迫症？因为我拢有看这个超级红人榜，伊逐摆出来的介绍书就是这啦。伊无一字落掉的哦。因为囡仔啦，伊无参像你什么丢名讲什么话，囡仔都敢若学一句尔。我足烦恼的，伊都唔通搬山位。有一天你若搬来台中还是永和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，你都爱换永和啊，对不对？ 对哈，无啦，伊即摆困难的是明年来解讲。大家好，我是杨东林，今年7岁。哎呀哇！安尼我你讲，明年哇，为着要证明伊是咪操蛋哈。唱看卖好不好？秋风也有第一段，伊先开，伊先唱。来，跑起来。前途茫茫，原来是公平。感谢。 杨东林一条歌唱甲予翁立友鞠躬。有一种足歹势的想法，即个若阮囝，我咧趁钱加偌辛苦。到底是唱甲偌好，予翁立友想要认伊做囝啦？来，各位，咱个来自中华德长哈。
伊叫做杨东尼，英语名叫安东尼。掌声给他鼓励一下吧。6岁囡仔尔吼，咱大家来听好吗？6岁哈。 不是吹牛的哦，我们再次热情献给我们的杨东林，太棒了，太棒！第二段，和我转接一下哈，感谢你，谢谢。 人唔捌字呢，袂歹吧？唔是干那唔捌字呢，一看不懂歌词呢，一听过就甲记起他来呢。是硬记起来的。有一种足歹势的想法，今日若阮囝，我咧趁钱加偌辛苦咧，规条歌差不多拢伊帮我唱，我讲当边学音就好啊。而且真正吼，咱讲真诶，像讲台湾无人才，对不对吼？这真的是小天才。 迄字都啊无捌的头，竟然背到这好。而且呢，有一个称号哦，是叫小小陈小云。小小陈小云，真的吗？我检查一下，我检查一下。来，我看看。什么叫检查一下？这音乐找了伊就知影，好不好？啊，哎呦，你要模仿模仿一下不？唱一段。咱来，什么歌曲？爱情的骗子我问你，你唱啦哈，啊你负责跳啦。帮忙一下。好来啊。你喜欢的卡伊。哦，来啊。哎，上秀你到位。
开心了，太开心我觉得不是，是真的我太开心了。安怎讲？还好他年纪还那么小，我还可以撑几年。啊，我今天哈出来我都无本人见。好佳在你6岁呢，谢谢。谢谢。啊，我讲，嘿，我真少看到囡仔遮乖，因为伊中华囡仔嘛，是，我嘛中华囡仔。是。好，啊，妈妈吼拢安尼吼安尼出来呢，对前对后，啊，这个囡仔吼也袂摇把叉，配合都足好个。今仔为着要这个节目吼，敢若一到就开始彩排啊。啊，真辛苦，所以咱是咪再度把这个吼，嘿，真卡囡仔。真正你看掌声鼓励一下，真乖着吼。人哋讲动物园有迄个猫熊鱼啊，咱有红人榜冻龄囡仔啦，破下个推荐啦。是啦，谢谢翁立友。真是舍不得走哈，但是你也知道好吗？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。今天呢，我们非常的高兴能够有这么一场这么棒的音乐的飨宴。没错，我们请代表超级红人榜跟各位所有永和的乡亲朋友讲，我们明年见，再见。明年见啊！咱在台全台湾上这